杨家大获封赏，我们更要谨言慎行。这是鹏鹏特意嘱咐的。女神都发话了，那必须遵守啊！什么情况啊？一会儿不要得理不饶人，此时不宜图什么事端。放心吧，我们的马没受什么惊吓，车受损也不严重。你走吧，不用你们赔了。不用我们赔了，这句话应该我们说才对。赔！这条路本就不宽敞，难免发生事故。你我各退一步也就罢了。你眼瞎吧？这条路窄吗？你们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影响了别人的驱车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让你家主子出来，我跟你说不着。是谁在叫我呀？原来是范御史啊，刚出了点小摩擦，都是自己人，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杨公子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本御史可都是听到了呀。你当然是没事儿，可我的马儿受了惊，车受了损，我的车夫又受到了精神创伤，呀，我的马儿肯定是吓到精神分裂了。哎呦，我这老寒腿又发作了，你说这如何是好啊？说吧，是不是缺钱花了？这是什么话？你以为有钱能摆平一切吗？范御史，如果深究起来，此事并非我一方之错呀。你，九哥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就着没事找事儿。用娘娘的话就是，你丫的没事找事儿吧？啊？原本是场交通事故而已，只是九王和杨玉的小儿子仗势欺人，对你大打出手。可是如此。是啊，皇上，那杨延将我的车夫暴打，还辱骂他是鸭。我的车夫不堪受辱，昨夜投河自尽了。各位爱卿，尔等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不妨谈谈对此事有何看法。禀皇上，九王那里当人的行事作风，大家早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了。对于那里干的那些事情，大家心头很不满意。确实如此啊！对于他们的种种做法，那简直是罄竹难书啊！这个事情要是一直追究下去，可能会波及波及什么？皇后，张家，朕乃一国之君，朕需要顾及谁的颜面吗？皇上，这事儿要是深究下去，确实波及到皇后娘娘和张家呀。朕给你们3天时间，给我一五一十的查出来。是，要得。爹，您打我没关系，可是原谅我这次吧。啊！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早晚要毁了列祖列宗的英名。我告诉你，从今日起，我不许你再出门了。爹，我不就碰瓷儿了吗？这事儿不赖我。你还敢狡辩啊？你以为你是官二代、富二代，你就能为所欲为、目中无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你爹我，你就是个屁！没想到九弟的口味这么重啊！啊，九弟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呀？茶当然还是要喝的。难道九弟已经有了应对之策？当然没有。当然没有。九弟啊，我可是被你们拉上这条贼船了，你可是这条船的船长，你可不能让这条船沉了。现在似乎还不至于沉船吧？也许我是存着侥幸心理，这御史案的始因过小，想要牵扯出太多的人和事，也并非易事。说的挺有道理。所以以不变应万变，不可自乱阵脚，火上浇油才是上策。嗨，说的这么高深，还不是没办法。九弟，你慢慢玩。启禀皇上，您吩咐的案子现已查清，九王党羽的罪证昭然若揭，请皇上明察。果真如此，你们先说来听听，
禀皇上，据查实，杨家委托张家的人买了个盐田里。官，此事不能忍。皇上，深都郊外有一块很好很大的田土，说好了是公平竞价，结果龟儿子张家利用权力打通了上下，把那块地低价卖给了九王。滥用职权，徇私舞弊，不能忍。接着说，杨家公子杨延大婚当日，私自封了圣都的交通要道，是卖菜的不能出摊，做生意的无法开门，真是民不聊生啊！横行霸道，不能忍。皇帝，有一次九王到阿拉村子了，我来开个小店吃2分，结果这钞票没带，结果5分钞票都没付过了。皇上，我有吗？杨家军带着个轮子到了屋里来洗，个轮子绕着来绕着去，还上厕所。等阿拉走了后头，阿拉小公主我讲，阿拉屋里只尿盆尿片好像没捞着没。啊？有这等事？皇帝，搿拉家是好多发的假事个啦，有一套啦，接好啦，等我公会开做官来谁做，已经在那半夜烧给不啦，搿接我发肯走。就我姑娘没办法，一再给人背哦，背得半夜烧干，就因为我姑娘因为吃了麦皮都了我了，皇帝。还有那九王因为长得太帅了，把我宫里的小太监给活活摔死了。这样的不正之风，一定不能再盛行啊，皇上！皇上，此事危及唇亡之秋，再不铲除朝中的邪恶之人，那是要亡国的呀！该如何处置，朕自有定夺。谢皇上。九弟呀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？你没听说事情闹大了吗？听说了。现如今啊，皇后和杨延那儿，我们都不便再相见了。现在只有你我2人商量此事，你有什么对策吗？依我对皇上的了解，他若真的想办我们就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我也讨厌这种束手无策、如瓮中之鳖的感觉。你以为我不想做什么吗？可是现在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已经为时已晚。你们俩这二重唱能不能停一会儿啊？把我这脑子都给哭断片了！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娘知道你在强忍着，你别为难自己，想哭你就哭吧啊！是啊，娘娘，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哪个女人不得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啊？你别坏了自个儿。齐生他不仅占了我的便宜，还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但是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想对策、想办法。哭有什么用啊？哭！娘娘，您先别管有用没用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哭，这样排毒。对，排你妹的毒！绿梨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你每天把自己画得像个面粉娃娃一样，你这样哭起来可真吓人。我可怜的孩子呀，都是咱们张家拖累了你，你不知道。你父亲和你叔父都已经革职查看了，恐怕这次皇上是要来真的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原本我和你父亲以为皇上只是树立风气，可没想到那几个御史天天到大明宫去闹，这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破事都被他们给抖露出来了。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百人联名上书。现在看来，齐生这是在表达对我撒谎的不满，才起了这么多事端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担这个责任。难道娘娘你有了妙计？你这身装扮，鹏鹏觉得作为皇后，总在人群中五彩斑斓、金光闪闪的惹人注目不太好，还是肃静一些。皇后为何突然有了这等觉悟？这段时间我做了深深的自我检讨，我觉得我这个人个性张扬，爱玩，毛手毛脚，不太懂得顾全大局，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。这是病，得治。朕觉得一个人想要改掉本性是很难实现的。是啊，所以希望皇上能给我一个机会啊。人能了解到自己是最难的，我现在
已经走出了认识自我的第一步，也就是说，我离改变自我的第2步不远了。朕知道，你能服软卖乖、低眉顺眼，是形势所迫。可，朕还是愿意听你说这些。